创世纪第15章，上主甲亚伯兰立约。这个代志以后，上主伫异象中对亚伯兰讲：“亚伯兰，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保护者，我会互你丰富的报赏。”亚伯兰讲：“至悬的上主，你要互我甚物？我一直无囝。要继承我的财产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阁讲：“你无互我后嗣，出世伫我家内的仆人会继承我的财产。”上主对伊讲：“你的继承人毋是即个人，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”上主就带伊出去外面讲：“你看天，算遐个星，你减算袂了，你的后代嘛会亲像安尼。”亚伯兰信上主，上主就甲伊算做义。上主阁对伊讲：“我是上主，我带你离开巴比伦的5年城，是要将即个地赐你做产业。”亚伯兰讲：“至悬的上主，我要安怎知会得到即个地做产业？”上主甲伊讲：“你去掠一只3岁的牛母，一只3岁的山羊母，一只3岁的绵羊犅，一只斑鴿，一只粉鸟仔囝来。”伊就去掠遐个动物来，逐只对中央破做2爿，2爿排相对，只有鸟仔无破开。秃头鹰爬落来停伫精生尸体的顶面。亚伯兰甲因赶走。日要落的时，亚伯兰困冬眠，忽然有互人惊吓的大黑暗搭我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一定着知，你的后代会寄居伫别人的地，做遐个人的奴隶，受苦400年，欺压因的国家。我会甲伊审判。后来因会带真侪财物对遐出来。你会食长岁寿，互人安葬，平平安安转去恁祖先遐。到第4代，因会倒来遮，因为阿摩利族的罪还未灌满。日落天暗，忽然有出烟的炉，甲跌倒的火把，对遐个破平的肉的中间经过。迄日上主甲亚伯兰立约，讲：“我要将对埃及的边界到幼发拉底河即个地赐互你的后代，就是将基尼人、基尼西人、甲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利法因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吉加撒人、亚布斯人，因的地赐互你的后代。”